来感谢义慈上届专业的报道。这个风台伫台东来登陆，隔壁乡镇花莲风雨嘛真大。这个玉里病院的天棚漏水，大雨灌入来，灌做一条的小溪流。若附近的面体铁皮掀掉，放伫路边的盆栽，这个脚踏车拢有风吹倒。这个状况要请记者彩珍来报道。 好了，主播，画面上可以看到，随着强台康瑞在东部登陆，花莲玉里医院门口不但淹成小河，风强雨骤，树叶、垃圾也被吹着跑。一旁高高叠起的塑胶栏不敌风势，位移好几公尺。医院厨房天花板漏水，大雨倾泻而下，造成地面淹水，天花板夹层铁架散落一地。工作人员即使在室内，也能感受到户外的强风暴雨。 来到玉里镇上，雨水重重打在柏油路上，路边的盆栽已经被吹倒在地，停在民宅的脚踏车也不敌强风。室内车库铁皮被掀翻，楼上窗户也被强风吹得关不起来，门户大开。康瑞台风带来强风豪雨，花莲地区将有14级以上强阵风，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。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，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